打拉西的叫什么工地个？那我这个我俺那的住，人家拉扎店就不给他去管那些。不得嫌爸爸，就是我票卖的是网上买的，跟那4个本那些起码多少我去换的，跟反正还不都一样。是。这个就这样子。叫，你我去给他，我叫，我要弄准一脚，我要弄准一抖数嘛，不奇怪，我要弄准一脚那个抖数，我叫他在那不行，